前，其實張心偉老師已經喺 IGDM 我俾咗好多鼓勵嘅説話我，所以我到依家我都好期待。因為我自己覺得真係一齊度過風風雨雨、高高低低、困難嘅係真係你愛你嘅人，我愛我嘅人，所以我希望你哋可以長長久久。Let's go! Every single time when I miss someone，生命的世界已經靜靜溫。